65首，这条内容就是咱就直接来唱伊的第一集甲第二集。来，学到上帝为着这个美丽的地理。外口的即个天气，外口的即个天气，咱足水的一个花园，会当感受到上帝创造即个天地。好，咱即摆过来是第二条。第二条圣诗，今仔要传的是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我靠你。咱先听诗篇看一遍好啦，请主耶稣，我要我靠你，只有通靠你。恳求你是阮救赎我，到一时。好，咱做伙来念每一条来。这是咱准备做礼拜，请大家甲手机啊、台机也是关静音，咱来闭眼睛。咱这是静默1分钟。
即时咱来听候上帝的话，走啊！选调，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由原旨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圣诗只是咱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逐个保守，为着美丽的地流，请大家起立，吟全首。你的手为我。
将未来交伫你的手中。伫新的一年，愿阮的信仰无停落来，一步一步向前行，注目伫耶稣基督。愿阮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走无野线，行有气力，充满对你来的力量。求你引带阮，扶持阮，互阮行伫你的旨意当中，直到得到你所应允的性命。即时，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完全阮的祈祷。阮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像天里。阮的日子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即个歹的，因为国、荣、又搁丰盛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圣经，咱来看圣经，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第13节。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着，独独专负一项，就是袂记你后面的事，得意头前的事。14节。所差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调咱的想，赞美欢喜的上歌，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
做啥？先歌队用水的声，带咱来敬拜。讲到向前行的信仰，请杨成文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敢若无啥快乐，新年恭喜，感谢主吼，咱昨即个志明兄的先生，囡仔囡仔即个雨辰啦吼，结婚，伫个咱的教会，伫遮咱今仔日看到其实是拢即个婚礼所插即个花吼，佫真新鲜吼，因为天气较寒，所以会当挡较久。咱看到昨第一对的新人吼，伫个咱的教会伫遮来举行婚礼，真温馨。志明兄讲，我知影志明兄足疼因即两个囡仔吼，昨即个特别吼，伫个即台顶嘛讲做真感动人的遮个话啦吼。我就想着讲，咱的教会嘛整个完成。来宾昨参加的来宾内面吼，有一个即个盐津教会的长老，南部吼盐津教会的长老，甲我叫去边仔甲我讲，牧师，你这是古色古香的教会是毋是吼？佫现代化吼。伊就直接看出来讲，即顶悬拢无变对毋对？我讲是啊，这差不多40-50年起的即个主体的建筑物，哇，真水呢，真好。即摆要看到即款教会，阮盐津教会以前嘛类似安尼，但是即摆拢起来啊，无迄款感觉啊。即个兄弟姊妹做礼拜甲感觉，其实嘛是真重要。佫较重要的是，你有感觉到讲上帝的同在，是毋是有感受到迄个上帝的同在？咱要用各种的方法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包括音乐，包括兄弟姊妹彼此的交汇，透过新的一年，是毋是？新的一年，透过今仔日牧师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勉励咱向前行的信仰。向前行有一首歌咱知啦吼，向前行，林强的歌嘛，向前行，啥物拢我惊毋惊真正啥物拢毋惊嘛。咱新的一年开始，无得较开始，咱会阁有烦恼的事，当然咱会感谢上帝，过去对咱即一年2025年的管顾帮赞。甲扶持，新的一年开始，即个国小、国中，甚至高中拢会写嘛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新的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即摆我新的一年我要安怎我日志要安怎，要做啥物款的代志，要拍拼，要安怎？对伫信仰的方面，我嘛要安怎日志？有咱定定拢会做即款新的一年的开始。今仔日初几？初4，初4，我哪有听到初3？我今年特别去买迄个，毋是月历，是一天一天显，日历啦日历一天一天显。我今日无一天一天显，所以我暗时要困进前，我就先甲显好。暗时我要困进前，我就甲显者，就知影。明仔载起来，今仔新的一天。暗时要困进前甲显者。有诶日历是用贴，对毋对？用贴，我用显的，买一个显的。伫遮来提醒，
时间在过真紧，即摆已经2026年安怎？第4天过安尼，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徛伫个新年的，咱讲起跑线吼，要比赛，要跑步啊吼，要比赛起跑线顶悬，咱兄弟姊妹真毋茫，今年咱拢会当有上帝稳定甲咱三甲伫咧，吼。每一年的第1个主日，其实气氛拢真特别，吼，迄个气氛拢真特别。咱今仔日拄则我看即个13度、12度啦，吼，啊，我甲刚刚要放一下暖气，吼，无舒服啦，即摆有日头啊，吼，啊小可较寒者嘛，较有气氛安尼，吼，较是有影，吼，咱其实即个气氛拢真特别。有人带着真期待来甲教会，有人心内面有一寡惆惆，也是讲惊吓。哦，啊，有人伫遐立志讲啊，我新的愿望，新的新年的愿望。哦，嘛有人心内面咧想哦，讲啊，旧年拢无做，旧年的代志也拢无做会着，啊，今年其实应该嘛差不多吧。有人会期待教会要搁较进步，有人期待即个中职、东工、牧师，啊，拢会当搁较进步，啊，要安怎样进步？做阵来啦，做阵来，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心内面咧想，新的一年的开始，其实就是我拄则讲的，表面上就是月历、日历安怎现一夜尔嘛，新的一年是搁显个新的一年。但是对咱来讲，伊就敢若亲像一个新的跑道共款。伫遐咱要准备要搁起跑啊！所有的事工，无论是纵向、横向的事工，咱拢要起跑。但是问题来啊，咱是往前行，还是互过去的代志绑掉的？我们是向前走，还是被过去的事物拖住了？绑掉。所以咱会当知影，即个心境实在是咱伫生活内面会当有拄时啊会真惆惆，对毋对？到底我要伫即间教会，还是我要换一间教会？啊，到底我要换一个小组，还是换一个团契？啊，到底我的事奉要继续无，还是要停落来？有拄时啊，咱伫咧即个惆惆的过程中间，咱伫咧遮的。即个生活的内面嘛是共款，我要用行路的去上班也好，还是骑脚踏车，还是开车，还是安怎？哇，做的代志，咱到底要往前行，还是要犹原过去的遮习惯，咱保留。所以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阵其实无轻松，伊毋是用迄个放假度假的迄款的心情。咧写伊的灵修的心得，是伫咧一款的困境内面，甚至有可能伫咧规家门关起来时阵，但是伊佫讲一句真有气力的话，伊讲啥？我只有一件代志，一件代志尔，我只有一件代志。伊毋是真侪的计划，毋是满的即个清单直咧出来。我明年要做啥物，咱时常拢嘛会安尼做。但是使徒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有甲咱提醒，有甲咱讲着，伊讲我干一件代志，所以是真单纯，但是安怎真专心一件代志，安怎往前行，向前行，这件代志我要向前行。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嘛有计划？咱要做啥物代志？灵修的生活，团契、教会团契的生活，小组团契的生活，厝内面的生活，各方面，我是毋是愿意跟对主？所以咱是毋是有一件代志爱真专心？所以兄弟姊妹，搁一遍勉励咱，往之背后，毋是安怎，毋是失意，毋是被绑掉的。有真侪人。讲到即个袂记哩过去往之背后，心内面会可能咱会想，这哪有可能？我哪有可能无法度放袂记？是毋是？
咱无论伫教会侍奉、伫家庭内面、伫事业内面，我哪有可能放袂去？所以事实上，保罗毋是讲迄个选择性的即个失去迄个记忆吼，毋是选择性的吼，咱讲选择性失忆，毋是讲选择性讲我这就甲放袂去，毋是，是无互过去决定你即摆的方向啊，吼，无互过去决定你即摆的方向。安怎讲？有人互失败伫遐绑掉的，会惊等，有人互失败绑掉。捌安尼投资失去迄个利润去，也是讲婚姻受伤去，也是讲事奉跋倒去。所以心内面时常有一个声音讲：你袂使，这个无法度啊，你袂赢。所以这就叫做互失败绑掉的。但是嘛，有人互成功绑掉的哟，亲爱兄弟姊妹，过去真赤也风光真互肯定。但是慢慢变诚做活伫咧即个记忆内面、回忆内面、记忆内面，伊真惊遐搁，因为我已经拢有啊嘛，真惊遐搁尝试安怎搁进一步，搁冒险一下，就敢若亲像开车共款，咱开车有拄时啊，咱爱看白骨尾啊嘛看后照镜、照后镜，但是咱看。开车毋是一直爱看照后镜，对不对？咱嘛是爱看头前啊。所以开车共款就是照后镜，毋是摕来直直看。咱需要伊，但是咱袂当一直看即个照后镜，无早晚安怎会出代志啊？是毋是？开车个道理也就是今仔日咱看到的信仰嘛是共款，嘛是相款。上帝无否认你的过去，但是伊无允准你的过去成做你要继续往前跑走的借口，也是理由。所以有人讲咱安尼就好啊，是毋是？有拄时咱伫教会内面常常会听到我说咱这事工安尼就会使啊，安尼就好啊。所以真诶兄弟姊妹，愿咱拢会当清楚一件代志，无袂记你背后毋是失意。是安怎？莫互进前以前绑掉。咱爱有新的眼光，所以期待牧师期待咱兄弟姊妹咱中职同工，咱伫教会的事奉，拢会当一款真用。咱若用一年咧计划的时阵，咱就好好来思考。当然，无得较爱有一寡连贯性。总是咱嘛爱有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咱的教会进前的整修是即边壁拢无嘛即边内面即摆生活伫咧坐遐拢是啥？拢是储藏室啊，拢有即个水塔咱捌看到的遐即个就知花但是安尼咱嘛是经过数十年啊，对毋对？搁来咱整建了后，顶悬一个教室。咱就无用啊，就变跳高啊。迄阵搁一支环跳伫咧遮，咱烦恼讲即个结构是毋是有问题？后来迄结构技师来看，这毋是啦，这是敢若连起来尔要互即边遮会当搭起较稳固。后来看会使拆掉所以感谢上帝。咱毋是整建了后有几摆地动无？暗时紧张甲地动厝里其实。阮牧师就共款咧话，老公安尼你等下好，等下结束了，冲来教会看，我详细甲看，搁笑者，迄个电火迄阵搁小安尼会摇者，我就笑毋知6号啊，伫遐看，笑电火笑，感谢主，拢无必顺啦，即个结构这我嘛甲看。因为第一摆较严重迄阵上下震动，都会叫的，上下震动，我就紧来检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拢会想讲新的开始的时阵，都会拄着啥？拄则会拄着地动，咱的生活、咱的事工、咱的各方面信仰，咱像安尼拄着地动，咱是毋是？即个地动一过了后，咱就哎哟，开始会惊。开始会烦恼，
即两兄弟姊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的，就是努力打拼，向前啦吼，向前行，努力打拼，是一款主动的信仰，这是一款主动的信仰。使徒保罗煞则讲，安怎努力面前的哦，咱来努力打拼。所以即句话真重要，因为伊提醒咱，信仰毋是伫原地伫遐，原来的地伫遐等待，信仰毋是安尼，是安怎？咱来主动来回应，主动回应。咱看，抑阁有一位，咱要安怎主动回应？邀请兄弟，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先来坐好满，来听福音，主动回应。哦，所以我讲一遍，信仰毋是原地等待，毋是伫遐等待，是咱爱主动回应。所以有拄时啊，咱甲信仰想了，真正被动。迄款的被动就是啥？比如讲，中一当讲，若是讲兄弟姊妹邀请啦，无需邀请咱，来做做个无相款的事工。你有得甲你讲，你会想讲啊，等上帝感动我甲讲，也是讲环境较好一点嘛甲讲，也是讲等我较有信心嘛甲讲。咱时常会拄着一款的状态，是毋是？我讲一遍，咱等上帝感动我甲讲，这是咱时常听到的。搁来讲环境较好甲讲，咱即摆环境袂歹哦，袂使即句就无啊吼。等我较有信心甲讲。所以使徒保罗其实伊用的是跑步的画面。今仔日我的即个题目吼，向前行也是向前走。哦，拄则师会嘛有甲我讨论者，哦，说这是，我当然和即个题目吼，向前行。但是使徒保罗伊用的是跑步的画面哦，跑步的画面，哦，所以跑步的人无可能踮伫咧原地伫遐讲，等我较袂喘啊，我才搁走，是毋是？哦，等我较袂喘啊，我才搁走。伊是安怎？咱跑步咱就知哪喘安怎，哪喘哪往前行，哪喘哪往前行。所以努力无代表是靠家己，咱努力打拼无代表是靠家己，努力打拼也是伫上帝恩典内面，咱无放弃，继续安怎？向前行。哦，甚至是向前跑走。今仔日我甲我妈妈行路来甲教会，我做阵行来教会。因为我行路较紧，我较忽略即点。我妈妈为着要甲我行同款的速度，所以伊就伫我边仔我行，我就咧行要来教会。我妈妈，我问伊讲，妈妈还好吗？伊讲还好啊，较喘一点啊。我喘一下，较喘是安怎？原来伊嘛是安怎，嘛是缀我做阵行，所以我就脚步要怎么样，更较慢的。搁问伊伫要甲教会讲，搁会喘袂？用小可啊。表示啥？伊毋是讲咱停下来歇一下，歇喘一下，咱才搁来。其实咱今年就是牧师真期待，咱拢会当小可会当有喘的时阵，但是喘的时阵继续安怎？继续向前走。迄个喘有拄时啊是会流目屎的，有拄时啊是啥？有拄是毋愿的，有拄时是咱服侍的时阵安尼拄着困难、艰苦心的时阵，被指责的时阵，咱嘛是继续爱安怎？毋是咬紧牙根吼，是继续向前行。因为迄个目标有清楚，咱整个大的方向的目标嘛看会出来是啥物。咱的教会就是一间要传福音的教会，无论咱用诗歌传福音，无论咱用即个社区的服务传福音，各方面的服务，各方面的即个事工，就是目的是啥物？就是要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咱有清楚即个目标是知影，为教会毋是为教会是
开始是咱先信仰安怎徛在，每一个兄弟姊妹同无你圣经会当拢总看过了后再来传福音嘛有即款的是讲我完全了解上帝的话伫咧即个圣经顶悬甚至培养到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晓讲道咱再来传福音咱的目标真清楚真清楚。有当然，明年度咱搁较丰富，今年度咱搁较丰富。3月份了后，咱要开始同步的礼拜。同步的礼拜就是10点开始10点开始了后，11点半左右结束。11点半，我就一个画面想象讲，搁来就是圣灵主日学明年度咱嘛要加强圣灵主日学，有真侪无相款的课程。有小可一点像学校安尼，但是搁无啥像。因为学校是严格规定若无输，较歹势严格规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像安尼主日礼拜我祝祷了后，歇睏1、2分钟、5分钟，继续留落来共所在，咱共款来上圣灵主日学，伫礼拜堂两个所在的礼拜堂，因为咱有2种课，2种课程，其实足生活化，有。比如讲身躯的保健，法律的问题，即个信仰的问题，侪侪，有课程邀请兄弟姊妹拢总留落来11点半到12点半，甚至小人较早1点咱每一个月像今仔日咱就有啥，咱就有爱餐咱若想象，咱礼拜煞了后，圣灵主日学上了后，无到1点钟结束了后，咱大家互相用爱餐，咱彼此的关系会当安怎更较好势因为咱即摆看对你边仔隔壁兄弟看者，你敢捌伊？你敢真正真亲切会捌伊？你敢知伊的名？咱会当透过圣灵主日学的即个时间，可能会搁较侪会讨论，牧师就会当讲完无一定是牧师，但是讲完无一定会徛台仔顶，伊可能伫下骹咱做阵伫遐讨论一个议题，社会的议题，各方面，咱来思考对信仰有啥款的帮助？歹势伫讲道的顶悬，小可讲好一个，但是我感觉这就是咱的新眼光会当看到。咱过来教会要培养每一位兄弟姊妹对各方面的知识知捌，圣经嘛拢有，咱要安怎样，而且宣扬上帝国的福音。这个课程也搁咧安排特别这2个月就是广告时间这2个月要互兄弟姊妹搁较了解，咱的礼拜的时间知影，搁来是啥？是咱的圣灵的主日学。过去圣灵主日学差不多拢10个左右咧上课，牧师真期待今年会当突破，看会当有50个、60个，甚至咱兄弟姊妹拢礼拜选了后，就一个寒暄一个爱写字一个了，咱就准备上个厕所，准备搁转来上成人主日学，了后咱做伙用爱餐。今仔日这个芥菜种小组已经咧厨房咧煮逐小组拢会开始论。我伫讲咱若办得袂歹，以前我知影，迄阵初来时，5、6年、6、7年疫情进前，逐礼拜爱餐嘛。迄阵感觉咱虽讲伫咧外口遐，即马搁有新的所在环境，咱会当使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努力面前努力向前，是一款主动的信仰，毋是被动的。咱等伫遮要互人服务，咱毋是，咱是爱服务迄个新来的兄弟姊妹，也袂清楚，无啥清楚，知影即个信仰的兄弟姊妹，咱爱安怎？咱爱有上帝听伫遐服务，咱爱服务咱的社区。咱若暗时经过咱的教会就看，真正无共款迄个外口看起来翕相，有人就暗时我倒来徛的，我就捌几摆看到，翕相，外口翕相，
这电火我特别本来是设定差不多10点半到11点就关起来，我特别搁较设定差1点半才关起来。因为咱即个所在其实是较暗吼，较暗。所以真爱兄弟姊妹，太侪的物件，努力是伫上帝恩典内面，咱无放弃，继续往头前跑走，往头前来行。所以新的一年，我伫讲你无把握所有的代志，但是咱会当选择一件代志，就是今仔日我要往前踏一步，今仔日我要踏出迄个第一步。我以前可能对即个上课，也是讲对即个即个主日学无啥物兴趣，但是我要往前踏一步，好，我明年今年我就来参加主日学。这是举例啦，举例。好，再来，往迄个标来跑走，方向比速度搁较重要，是毋是？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拢会当真清楚，方向比即个速度搁较重要。使徒保罗毋是凊彩乌白走，乌白唔走，伊是迄个查着的啥标伫遐来走。咱即个5月节，咱就知影看即个人咧，各船啊有无？各船啊，划龙舟，各船啊。各船啊拢有啥？最后要夺标有一个人拢伫咧同头前安怎？压甲船身拢出去啊无？要安怎？要往迄个标跑走要安怎？要放起来。嘛捌有安怎走毋着方向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使徒保罗毋是凊彩走，伊是往迄个标差的标走。所以真侪人真无用，但是安怎却毋知影咧无用啥物，是毋是？咱真无用，却毋知影咧无用啥物，走得真紧，但是安怎愈走愈空虚。所以信仰途径的毋是慢，是啥？走毋着方向。所以所差的迄个标是啥物？毋是成就，毋是呼啊声，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对咱的呼召，对你我的呼召。呼召是真重要。上帝对咱的呼召，对你我的呼召是啥物？所以意思就是，我这一生是为着回应上帝的听来活。咱要有即款的感悟，知影清楚。我这一生是为着回应上帝的听来活。所以我每一步都是要往迄个搁较亲像基督耶稣的性命。我搁讲一遍，我这一生是要为着回应上帝的听来活。我每一步是要往迄个搁较亲像基督的性命。所以当方向若拄着啊，较慢一丝仔也无要紧。但是若方向毋对啊，愈紧愈危险。我拄仔来10几年前，拄仔来咱教会时阵，我看到2楼的所在，2楼咱有一个迄个以前的牧师馆，迄顶悬周工敢若出幼稚园去伫遐困，伫2楼，咱阁会记得，2楼以前的牧师馆，咱即摆的教育馆这边仔遮，即摆拢一间教室。我初来时阵，我心内面就有一个梦讲，这若有一工会当安怎？会当诚做真侪教室，毋知影有偌好咧。我将即件代志藏咧，慢慢有拄时啊，我几位长老中级伫遐来分享，并无有太大的啥物回应，一直到我著囥一个祈祷，望迄个所在会当有利用的使用，一直祈祷。疫情来啊，整个开始咱改变啊。咱透过迄个疫情较严重，迄几个月幼稚园嘛无上课的时阵，开始做2楼，咱阁会记入的第一摆的整建的过程。感谢主，有教室起来啊，一间的教室，咱要安怎来运用？开始的一步。亲爱兄弟姊妹，方向若对啊，较慢一点嘛无要紧。我用几两年的时间伫遐等待，伫遐祈祷，伫遐有一寡义上会，小可甲兄姐，咱会中一同讲，较慢一点嘛无要紧。但是若方向毋对啊，愈紧是安怎？愈危险。咱的教会要变成做小组化的过程，嘛是共款，嘛是相款。
有人听到小组会好，就会想到啥？过去无好的经验嘛。哎呦，小组是毋是咧讲人闲话？小组是毋是安怎？小组，但是后咱若真正加入小组，即摆咱新的小组，咱就会当通知，哎，原来毋是安尼啦。哦，每一个小组都敢若亲像小型的教会，哦，每一组因拢会当安怎？拢会当伫迄组内面，因的秘密会传出去。伫遐真温暖、温馨、互相的关怀、扶持。哦，咱就开始渐渐改变迄个对小组的概念、甲观念、甲看法。方向对啊，较慢一点啊，无要紧。但是方向毋对，愈紧愈危险。现在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咱继续爱有向前行的信仰。今仔日第一个主日，上帝毋是对你讲，你要爱搁较厉害，是要对你讲，咱爱继续行，往前行，向前行。无得讲，你会感觉真普通，但是使徒保罗嘛，毋是因为伊真完美，甲继续往前来跑走，是因为伊掠着恩典，伊毋敢停落来。上帝的恩典，咱会当看到，咱有够呀，咱无款的。哦，咱兄弟姊妹甘心乐意奉献，伫个这千几万吼，咱安尼做足起来2间哦，楼头、楼顶、楼骹、3楼、1楼这做足起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无往外口无款，有的教会伫咧建堂，咧做其他的事工，拢爱其他的教会伫遐来无款，所以咱会当回应上帝，感受到迄个恩典。哦，毋是上帝对咱讲你爱搁较厉害，毋是对咱讲咱爱继续往前行，向前行。哦，你感觉真普通，但是使徒保罗我拄则讲的，毋是因为伊完美啊，甲往前来跑走。所以向前行的信仰，毋是无有目屎。是留着目屎，继续选择相信主、倚靠主，毋是无有重担，是伫咧重担中间，永远会当仰望迄个呼召咱的主。我说真期待，咱做伙，包括我做伙来勉励。有拄时啊，牧会伫一间教会真久长啊，有一寡想法、思想，甚至是习惯。拢会变安尼去，所以有时候嘛，我嘛咧思考一件代志，哦，是毋是爱安怎样更新我家己，要安怎样转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嘛是共款，新的一年的开始，咱无需要把所有的问题拢想足清楚甲来处理，咱干那会当需要做一个决定，今仔日我要继续往前来跑走。毋是靠家己，是靠迄个伫咱的头前，嘛是伫咱的边仔陪伴咱的主。毋茫咱伫个2026年，咱无互过去定义，是互上帝的呼召来成就。我搁讲一遍，咱毋是互过去来定义咱即摆要创啥物，是互上帝的呼召来成就，一步一步。迄个所插的标来跑走，愿主祝福帮助咱。真重要的是，请咱会当做伙来参加祈祷会，拜四祈祷会，礼拜日的祈祷会，愿主来保守，帮助咱的教会，嘛透过祈祷，互咱看到清楚的理想。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新的一年开始，阮看到新的礼拜堂完成，也看到教会做兄弟姊妹，嘛有新的朋友进入到阮的内面。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满满，互阮会当看到，阮虽往活伫过去，才会做的经验内面，总是阮知将阮的经验好好停留、保留伫阮的心内，阮有新的经验、新的方向。新的目标，
总是阮爱踏出第一步，也就是继续向前来跑走。主啊，阮感谢你，想使阮南口基督长老教会的众兄弟姊妹会当同心一意来兴旺福音。虽然有时会有意见无相款的事，虽然有时阮会有丢除的事，虽然有时阮嘛会有侪侪的声音的事，总是主你管顾阮，你保守阮，互阮会当看到要安怎样回应你的听。主啊，阮一生中间，即使若无有法度回应你的听，阮的生活就枉然。主啊，求你怜悯阮，保守阮，帮助阮，激励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日日更新，一步一脚印，而且来见证上帝你爱阮伫南口的所在生活有丰丰富富的生命力，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嘛祝福阮的身躯会当勇壮健康，然后做主工，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家庭，拢会当归主、向主来有得到主上帝你大大的赏赐甲祝福。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咱来吟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大家起立吟全首。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逐工的顺风甲自卫人数，以及风险，咱家己来看。教会有一个团契小组，邀请大家来参加。是咱来看本会的消息。今仔日下晡1点会调开始，中即会请咱的同工吴立新来参加。第2点咱新的一年的奉献袋咱即马有分两个颜色无共款咱伫迄粉红，咱一老家家己礼拜咱是用粉红仔色的边咱这奉献袋拢伫后壁，咱的奉献袋遐有一个木架请大家，因为咱即马有分楼顶3楼是华语礼拜华语礼拜是用青色的
啊，咱就请大家兄弟姊妹会当照咱家己主要参加的场来提吼。咱若是主要来参加第一礼拜，咱就用第一礼拜即个粉红色的吼。啊，咱若是讲暂时换的，咱就家己起咱的，就是讲咱若是讲你中期是你三楼华裔，啊你有当时啊来参加台语的时阵，你就家己去楼顶摕红线袋仔落来安尼，吼。啊，若是讲咱参加台语的，啊有当时啊爱去去三楼参加华语的时阵，咱就家己来遮摕咱家己的红线袋仔。啊，咱的红线袋仔的编号拢共款，咱这2-3年拢共款，拢是用英文的咱的名，吼，像讲若是姓林的，就是 L 林啦吼，林是 L， 啊若是陈的，吼，啊就陈是 C 啦吼，咱那个护照的那个英文的名的姓迄个第一个字母啦吼，啊咱嘛会甲迄编号甲名单会搭伫咧后壁，啊咱后摆来提，若是袂记得咱的家己的编号的时阵，会当看者。好。啊，第3点就是讲，咱若有定咱的每日的读经释义，会当来甲咱干事来提，已经有够啊吼。第4点，咱今仔礼拜了后有爱餐，咱安尼请兄弟姊妹会当留来来做爱餐吼，咱会当先参加第一礼拜第一个主日学吼，参加了做伙来用餐吼。第5点，咱真恭喜咱的安以诚弟兄甲林心慧的姐妹啊，因昨昏下晡伫咧教会举行结婚礼拜，啊，咱就是咱的安志明兄弟甲咱的郑巧琴姊妹因的后生啊吼，带新妇安尼，啊，咱因嘛真欢喜会伫迄咱的后壁有请咱食即个喜饼吼，咱甲咱大家分享，啊，咱嘛会当请因起来，咱家己恭喜一下，家己咱恭喜，吼，这是妈妈吼，郑巧琴，安志明是正哥对呀，吼，咱哥是正哥对呀，恭喜恭喜。好，咱来看关怀带导的部分。关怀带导的部分就是代祷的部分吼。第2点就是咱谢淑琪的姊妹的爸爸谢崇明先生，伊即礼拜二要做那个心脏人工瓣膜手术吼。那咱嘛会请主来帮咱手术会当顺利。第2点就是咱伫咧厝调养的兄弟姊妹有刘秋燕、柯玉、曾文德、郑明霞甲林敏珠，嘛请为因代祷，求主来帮咱。啊，咱带院的有马来金弟兄甲红本展姐妹的妈妈，吼。啊，第4点就是咱的卢景全弟兄吼，就是卢文雄弟兄的爸爸。啊，卢文雄弟兄伊嘛有伫咱的幼稚园咧，开那个幼稚园的车子这样子。啊，因爸爸嘛有受洗吼，咱牧师有去甲受洗。啊，伊伫咧12月29号安息吼，啊，咱请为族来代祷，求主来安慰夫妻。好。啊，其他的部分咱有摕到周报吼，咱会当来家己来看吼。那安尼咱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好，有一位吼，我抽到即个名单吼，即个潘威宇吼，威宇，是助理二乡的吼，阿兴遐的囡仔吼，的孩子吼。
啊，因遐嘛徛起来，互咱搁熟悉一下，吼。毋知搁有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华语礼拜也介绍过，有。顶会第二次啦，哈。对，也可以介绍认识。蔡敏瑞，可以站起来给我们。站起来就嘿。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读新吴的。新吴科大的学生，学生，好，安尼以上，以上。搁有一位歹势无讲到，即个树民间姊妹，民间姊妹伊个先生，有开刀，即马伫厝内面调养，咱嘛为祈祷，为先生祈祷，先生还未信主，咱嘛为着伊来祈祷，好，以上。舒淇的爸爸嘿，常常有报告着，对，1月6号要那个手术，好，咱在奉献，这是咱用奉献回应上帝，请实现的同工。这是咱来读经句，吼，咱来读经句。伫个腓立比书3章12节，咱做伙来读一遍来。也是已经完全读也进前，看会通得到读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咱搁来读一遍咯，预备来。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读到进前，看会通得到读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上元圣诗511首，报道上帝至权至尊。上元了，请牧师为咱祝福。会众请起立。
新的一年开始，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直到见主的面。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列岛了后等校早结束，再来甲大家行平安礼。